各位，國務院宣布免去曾國衛嘅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職務。特首李家超話，曾國衛係因為健康理由提出辭職。佢任內推動內地同香港之間嘅交流，對接國家十四五規劃，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，加強兩地商貿投資，成功舉辦多場嘅選舉等等。去感謝佢任內嘅貢獻，祝願佢身體健康。而佢嘅職務會暫時由副局長署任。至於曾國衛自己就話，自2020年獲任命，多年嚟都盡心盡力服務。不過佢嘅前列腺癌指數一直都上升，做過唔同檢查、食藥，經過同醫生、屋企人商量，覺得減低壓力、放低工作係比較好。所以完成立法會選舉之後就提出請辭，日後仍然希望為社會作出貢獻。另外，李家超話，尋日嘅專題研討會，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致辭指出，要維護、鞏固、完善行政主導，達至良政善治。李家超話，佢有4點體會，包括係行政主導具政治法律基礎，係香港賴以成功基石之一，係一個好制度。香港要做第一責任人嘅角色，強化當家人意識，自覺鞏固完善行政主導，而立法會就要肩負重任監察政府。佢將會帶領政府團隊主動識變、應變求變，做好對接國家15五規劃嘅工作，以民生福祉為施政目標，完善行政主導、良政善治，同立法會互相制衡同埋配合。被問到政府喺呢個任期內會唔會再有人事變動，佢就話冇計劃對司局長有任何嘅變動，因為佢哋都係按佢嘅要求積極工作，對佢哋有信心，傳聞唔正確。另外，強制戴安全帶嘅新例已經係實施。佢話呢一個係從悲痛教訓、研究、討論而得出嘅措施，係為咗保障市民嘅安全。明白會有不便，初期係會以宣傳教育為主，積極係解說推廣，以法理情兼備處理。現場情況睇到呢一度啦，我哋休息翻嚟會有時事多面睇。